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7个本土病例，也共258个校正回归，另外有增加19个死亡个案。头一批15万人的Moderna疫苗，今下晡5点左右也到桃园机场。另外，日本媒体也报道讲，日本要提供予咱台湾 A 次疫苗。纾困4点控也增加家庭福利补贴，厝内面若有国小以下囡仔，一人会当领到1万块的补助。今仔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99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本土病例部分就297个，也有258个是校正回归。今仔日也增加19个死亡个案。另外，有一个无算伫19个死亡个案在内的往生者，是目前上届少年的死亡个案只有36岁尔。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继续增加，二八个增加297个，分别是157个男性、140个女性，以新北市136个上济，台北市94个第二，桃园市21个，台中市10个，花莲县9个，彰化县7个，基隆市甲台南市各6个。嘉义市2个，新竹县、屏东县、台东县、南投县、新竹市甲高雄市各1个，还有校正回归本土个案258个。指挥官陈时中承认，疫情无降温，这是无够好的状况。整体是趋向于平坦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情况哈。那这疫情就是稳在这样的一个这一峰这一波的上面也没有看到它有往下的一个趋势。确诊病例数增加，死亡人数也创大日新高，新增加19个死亡个案，是男性14个，女性5个，其中13人有慢性病史。死亡个案当中，除了一名40多岁女性，也有一个新北土城死亡病例，只有36岁，是疫情爆发以来上少年的死亡个案。这个个案，因为他家里的亲友这边有同住的家人有确诊所以5月24号采检，那5月16号研判确诊，他应该是这一波这个是最年轻的。企业也希望用伫企业中做快筛，进前也传出经济部要以德科作为第一个快筛指引地点。指挥中心强调，快筛采检要由医术人员担任，针对快筛用成的员工，企业也要有隔离安置的计划。经济部会依照指引，将计划报予指挥中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头一批15万人的 Moderna 疫苗，今下晡5点左右顺利到桃园机场。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疫苗相关的检验时间有机会缩短到7天。这批疫苗本地是伫咧下晡4点左右会到台湾，不过政府风声讲是为着要闪过中国的飞航经报区，才会牵着时间呢。不过指挥中心也驳回这款的讲法。另外，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这是美国疫苗头一届到台湾，美国也支持台湾摕到疫苗的能力。冷冻货柜内底装的是台湾买的莫德纳疫苗，第一批15万剂，28下晡5点到桃园机场，由专车位机坪再加花都汇vận站采取的参加指定的领导物流中心，华航班机为卢森堡起飞，经过杜拜到飞到台湾，班机原定下晡3点38分到位，却延后点外钟。传出从飞机进前，和中国 NASA 为避开中国的飞航情报区，才特别申请航路改道。按照它的飞行航线，因为加油的关系，延误了1个小时，并没有对，目前知道是加油的关系。这批疫苗有效期限到11月后续风险流程有希望减少到7天，优先开放前线医术人员组。指挥中心透露，下个月也有185万剂到台湾。美国在台协会 AIT 里面册写，这是美国疫苗第一摆到台湾，美方支持台湾摕到疫苗能力。目前也甲台湾各国团结就疫苗的迫切议题来讨论，强调真朋友真进展。这疫苗事前保密，引起外界关注。飞机里面大概我们有前面几次的经验，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确定的才跟对外来讲。
对地方政府甲企业拍算家己买疫苗，指挥中心也公布申请流程，统一委托药商检查资料，执行计划书，仍然甲成都设备强化机电原厂授权书、各项上市证明等8项，交由食药署开专家会议审查，以指挥中心政策做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疫情得咧严重，有真侪家长为着要照顾厝内面的囡仔，向公司请防的照顾假。行政院早起决定讲，纾困4.控的部分会增加家庭防疫补贴。厝内面若准有国小以下囡仔，会当一个人领到1万块的现金，减少爸母的负担。不过，全国家长联合会表示，这补助款就要排除富家人，甲补助款救护权，安尼补助才有效果。行政院礼拜5透早开防疫纾困会议，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为减轻父母疫情期间饲囡仔负担，院长苏贞昌伫会中决定囡仔家庭防疫补贴方案。与执政党立院党团柯建铭总召等干部，孩童家庭的防疫补贴的政策交换意见，争取立法院希望支持行政院的版本或本会期通过修法。行政院规划发予全国家长的囡仔家庭防疫补贴，对象是厝内底有0岁到11岁、国小以下囡仔，或者是国高中身心障碍特教生，每一个补助1万块，是100个定价现金补贴。另外，为避免行政作业时间成本，调无排付方向讨论，有过250万人受惠。不过，学生家长团体认为无排付条款，因讲是咧压钱，应该要有计划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我觉得排付条款是应该要，这1万块钱很可能他在防疫期间，他可能是这个月他家里的伙食费用。如果这个疫情一直这样下去拉长了，那有一些可以保留到第2次，给这些境况以下的家长再多一些补贴。另外，有妇女团体认为，补贴不应该只限定伫囡仔，因为这摆疫情也未少长照机构暂停服务。真侪劳工被迫请假伫厝内底照顾家属，应该扩大补贴对象。照顾身心障碍的这个家属，或是照顾家里的这个失能老人家，行政院在这个部分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纾困方案，也要求这些人应该要纳入。在考虑政府在政之下，囡仔家庭防疫补贴虽然还未定案，整体预算250亿，已经得到民进党立院党团初步支持，立法院按算30亿，将对纾困条例做司法审查。若顺利通过，行政院会伫6月初3通过特别预算，第一波纾困资金上紧6月初4就应入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的文山1分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位警察染病了。目前也甲所有人员进行快筛，141个人当中检出来全部拢是阴性的。另外，今日标出讲消防队有2个人确诊，因所在的分队也拢进行消毒。疫情上升，外群的消防员风险也升悬。台北市消防局对着放假区甲这片防疫专职分队人员来进行快速检查，采检417人，有6个人是天天阳性，其中2个人原本快速检查是阴性的消防队员，而且暗时接到通知 PCR 阳性确诊，这是疫情爆发以来头一摆有消防员来确诊。有2名在快筛时呈现阴性，结果 PCR 检测以后呈现阳性。昨天下午我们就及时将驻地清消，现场的当日的执勤人员就停止勤务。确诊的2个人分别在第1救灾救护大队、泉州分队甲第2大队应急分队来服务。这阵消防局下令关闭驻地来消毒，通知2个分队全员伫厝的自主健康管理，配合疫情调查，昆武幽灵军的分队来支援。而台北文山1分局已经一直拖到205名官警甲1名工友确诊，那展开大消毒，并且采取异地办公甲分流，安排全体266位同仁快速检查。这阵已经接受采检的141人拢是阴性，等待 PCR 的结果。我们现在目前做法是1半的人居家办公，但是有在研议说，在扩大居家办公的人数，各个办公室就留必要的人力处理紧急的事务就好。那文山1分局、树林分局也有1位4营的顺组，因为感冒去病院看医生，而被 PCR 检测结果是阳性确诊。而江一镇楼的30位同仁赶紧来快速检查，结果拢是阴性。为了慎重起见，也要求我们这栋分局大楼的所有的内外景同仁都安排到我们辖区的新光医院还有阳明医院去做快筛。那快筛完了以后，就先回家做自主管理。第一线警消人员一直传出确诊，邮局的外群人员也传出确诊，内湖邮局有1个外群的送配人员确诊，2个快速检查是阳性。
内无一物股的同仁，他本来是快筛阴性 ，PCR 已经阴性，昨天来电通知说他的 PCR 是阳性，所以我们列为确诊人员。所以台北邮局目前总共是有6位确诊。台北邮局即阵6位确诊，考虑到外勤人员的风险较悬，也已经向交通部来建议，甲邮务的外勤人员列疫苗优先注射的对象。记者宋合报道。讲到台北市最近因的本土病例较袂着拢是100例以上，不过中央政府认为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是真充足的，这话也予台北市长郭文德真不满。另外，郭文德也讲，30会针对着疫情的管控做演练，指挥官但市长也讲，做演练无一定是歹代志。为着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中央公布空床的数目，予台北市长郭文德搁再批评中央。阿达嘛空过你，你是？怎么可能嘛？什么几百床空床？你到第一线去问就知道了。台北市连日来本土确诊数拢是100例起跳，郭文德认为这情形下哪有可能有几百床的空床？伊爱中央唔能干那看报表，爱有常识。连卫生局长黄世杰也忍袂了出声了。事实上，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的空床只剩20床。根据指挥中心提供的专辑病床数，到28早起7点为止，台北市有682张床，因为台北市的医疗量能有够。不过黄世杰无啥认同，虽然未放弃，也不过已经真按啊。疫苗的需求相关也是真紧迫。郭文德认为，即摆国际拢知影的合格疫苗就应该拢收，表示讲15万剂无得到疫苗是真大的内部宣传。如果我们台湾需要3200万剂，你知道吗？然后现在来15万剂，坦白讲哦，它是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的。死亡人数一直增加，郭文德要以上派拍算做上好的准备。拍算5月30要来进行扩大管制，并且推演练。虽然无一定要封城，不过伊坦白讲，这2礼拜疫情是进前毋捌拄过。以前有点纸上谈兵，你知道哦。我们这次如果再做一次，重新再做一次作战演习哦，会把这1年来累积的经验，还有特别是这2个礼拜遇到的问题，你知道哦。再做一个精进计划，每天几百例，这实在是我想都没想到。那要做一个兵推下棋那也是可以，就是说做这个量能的分配的考虑那心中有一个谱，那也不是一件坏事情了指挥官但市长指出，即阵台北市上重要代志，就是检查量能要有够。第二个是，地处隔离的确诊者，是不是加紧来刷出到安置处所，也是送医，这是当务之急。另外，台北市也公布到大地基的纾困的做法，初期先实施3个月，包含对房屋税、5、6税、牌照税、甲地价税、烟税、降税，对持有不动产承租对象的减租、免租、延租甲优惠利息，8项补贴。企业的用需要劳工的纾困，会补助4个月劳工子女，相关2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增加136个本土病例，抑阁是全国上较严重所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自9会增加泸州防疫地区，为着升级做演练。明仔载就是拜6礼拜侯友宜呼吁民众较莫出门。另外，新北市政府也宣布防疫帮助方案，包含着劳工纾困、社会主体租金较换纳等等的措施，拢总有10项。新北市28新增加136例本土病例，总病例数超过2800例，是全国上多。疫情无降温，新北市长侯友宜对着高风险的所在增设防疫列区，除了原有13区以外，29个新增加泸州，拢是为着升级最实践的演练。所以，所谓的强化3级，就是预做升级的实战准备来做好，让我们未来如果中央一下令，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事做好。30台北要进行4级的警戒演练，是不是会斗阵做共同的演练？侯友宜表示，新北市去年就做过兵棋的推演，若是扩大管制，未只有新北市，会以台北、新北、基隆、宜兰、桃园北区联防的概念来做准备。这当新北市每一个人都很熟练以后，只要区域联防一下来，只要把台北市跟新北市以及新北市的其他几个县市的这个界面把它衔接起来，我们就能够直接进到我们升级的作战当中。疫情影响各行业，新北市也宣布防疫自付的方案，总计10项，包含劳工纾困、车体租金慢缴、罚单慢缴这些项目，申请的日期是到8月底。我们最重要以救助、补贴、减税、缓缴这几个原则，持续到8月31号。
对着疫苗，伊也表示，新北市要14000名医护人员也未注射，希望中央会再考虑新北市是1级的作战区，为着医护提供有效疫苗，也呼吁民众必须强化3级作战的准备演练，暂停聚会，希望大家自我来约束。等去厝嘛，要继续来挂 CM 减少出外民生的采买。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台湾本土病例一直增加，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也提出警告，讲湘北地区的医疗量能已经紧绷，也强要放半路，而且最近甲病例送到南部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建议指挥中心会当互中南部的病院量早做准备，通好来互相支援。国内新冠确诊人数一直升悬，湘北医学中心甲公立病院出现严重超载情形。进前台北市联合病院工会甲台大病院院长吴淑贤拢发出求救文章。台北市医师工会也讲，隔离病床、专职病床照护人力拢是伫极度欠缺的情形，所有线顶人力也已经透支使用，呼吁中央提早正视医疗接近极限、无乐观的空间。以双北地区目前来看，各大医院呢，其实都有这个确诊的患者或者是轻症的患者，他们必须去做这个户外的等待或是治疗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各个大医院的这个急诊目前也是处于在这个人力不足，那业务量跟这个筛检量以及治疗的部分的工作都相当繁多繁重的一个情况。台北市医师工会表示，政府一直以病床充足、医疗能量充足这个讲法来安大民心，不如较早面对真相。而且最近北病南送确诊个案愈来愈多，中南部病院也应该较早规划适当医疗降载，方便跨区支援。国内工会专家也讲，目前政府甲能掌控传染病专职病院甲公立病院，私立病院是不是收治新冠确诊病人依然是主观，建议指挥中心应该做协调，来解决当前无床通用的情形。在重症需求照顾上面，如果单单靠地方的医院或者是某一家医院来做，那是不太可能。所以我想还是要透过指挥中心的中央跟地方的协调，健保制度下面如何能够妥善的去处置，让他很快的能够把这个重症病人做最适当的这个分流跟处置。我想是现在即刻就要做的事情。整体在医院上面，就是病房数在医院要收治的量能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所以现在如果能够透过我们的 EOC 把它分配有效率，那相信对医院这边就会比较效率能够提高。经济指挥中心上新统计，5月12日至日确诊人数有4892人，其中只有1840人互病院收治。占总确诊人数的37.6%，有500多人状态是安排中甲联络中。指挥中心强调，伫病院加开专职病房了后，也根据医疗需求甲病人收治必要性，互一间会收治真侪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家人的部分，伫今仔日增加5个本土病例，还有一个校正回归。市长林右昌也直接讲，菜市仔是上界大的群聚地点。另外，宜兰的部分今仔日是无增加病例，不过有一个死亡个案，而且这个病例过身了后，安怎处理的过程，竟然有人翕出影片，佮放伫网络顶头。馆长林志明也讲，要来甲伊处理啊。宜兰县2百无新增加，甲校正回归的本土病例，不过有一个确诊者死亡。这个75岁的坐伙人有过血压、心脏病等等的慢性病史，确诊了后病情恶化，不幸过往。不过这个坐伙人后事处理的过程，煞去用翕做影片传去网络，内容包括看到救护车载伊的遗体。宜兰县长林志标下令要调查好清楚，而且依法来严办。救护车呢不能运送死者。将依紧急医疗救护法规定，对救护车公司开罚。另外呢，有人把影片上传网络，我们也会将约谈当事人，厘清责任的归属，决定后续处分的方式。宜兰南澳北校暴露，因为有民众去确诊者因兜呛声，所以县府甲规村的人做快筛，检测的结果1096个人拢是阴性。宜兰2021年马祖文化节嘛宣布停办。因若家人200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一个校正回归，比前一天较少。上新的确诊者行踪是暗号6218，会固定去诊所洗药剂。目前市府已经要求诊所暂停营业。因若暗号6626是早顿店的员工，生活真固定。目前早顿店已经暂停营业。
也若暗号6628，是海洋大学的一个学生，行踪捌去过便利商店、庙口的夜市啊、火锅店、甲全联福利中心。也若暗号6439甲6440，是拜搭卖水果的翁仔某，因去过双北甲宜兰，也若因的后生查某囝嘛拢确诊。这个传统市场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群聚，我们所有地方都没有人，但到传统市场到处都是人，而且密度也很高。林佑昌讲，菜市仔是上大的群聚地点，会加强防疫，唔通互菜市仔加做防疫的空棚。嘛强调市府对菜市仔的标准是真严格，便若有确诊者的行踪，就会随封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汤圆的部分，也是真紧张。今仔日增加22个病例，伫龟山钓的3个清洁队员确诊，其中1个佫揣无感染源。目前已经针对到138人进行采检。卫生局表示讲，病毒会伫体液内面活1天到3天，也呼吁民众伫咧整理粪扫时阵，就要包好势。清洁大队伫桃园几下的市场做大消毒。因为桃园第2日佫新增加22个本土病例，确诊者毋若捌去过市场，还佫有大卖场甲药局。也若市府嘛证实，龟山区的清洁中队内底有3个清洁人员嘛确诊，其中头1个去围钓的人员感染源也不明。中队有138个人全部做采检，20个人居家隔离。那第一个的，因为他一开始就比较重症，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讯息没办法，他是属于一个还不明的这个感染源。那我们知道，在一个群聚，他是跟20个人是同一个区域在上班，所以我们在这个20个居隔里面会持续给他做观察。除了要求共分部的清洁人员伫咧处理自主健康管理7天，市府嘛会伫咧调查了后公布确诊的队员收粪扫服务的路线。卫生局长王文安表示，因为病毒会伫咧喙烂或者是鼻水内底停留1天至3天，呼吁民众伫咧等粪扫的时阵，都要把握好势。嘛会加强教育清洁队员，安怎伫疫情的期间保护家己。目前桃园确诊的人数是全国排第3个，也若27分配到18000档的 AZ 疫苗，即嘛会随分区甲分类来做。那我们以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警消卫环人员，在第一线执勤者为优先的施打对象。那我们预定在很短的时间内，3天左右。我们要完成施打。面对中央伫疫苗的分配，市长郑文灿表示，未来疫苗的分配希望会当以双北市为优先，桃园会愿意支持这个政策。接落来，若有更较侪疫苗会当做，希望会当按无共阶段来扩大做的比率，提升对民众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今仔日公布19个病例，其中有9个是也未偏好。不过，台中市政府认为讲这是新的群聚传播链，才决定讲要来量早公布。这新的传播链包含摊主的家族甲公司相关的亲友已经有10个人确诊了。另外，伫咧台中的体育大学也包含着这学生甲教练，也有4个人确诊。讲到中华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9个，其中有4个个案是甲卖水果的传播链有牵连。那讲到南投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个，是去互家己翁婿喂着病。环保局人员来到台湾体育大学进行消毒。台中市政府即阵已经甲大体大列做新的互相相位传播链，因为一名大学4年级的男学生离离峰公布确诊了后，27个有一名日本籍的体操教练也确诊。另外有2名教练也确定去喂着，不过也无按好。台中市府赶紧进驻监禁指挥所，派出43位的同仁到现场去进行危机疫情处理。那召回台底大的师生相关人士一共87个人进行筛检。另外，台中市府紧张要伫潭子区的家族的公司利用下业，公公司内底相关亲属已经有10个人确诊，其中9个人无领好。市府也扩大接触者，已经调查相关的卡量。那这12个确诊呢？我们都已经通报中央，但是大部分都还没领号，因为中央还在核定当中。那因为一个家族就高达10个人确诊我们高度重视这个事件台中市立北公布24个确诊个案，其中14人也无按好。除了新的大体大传播链、潭子家族传播链以外，原本的雕龙野唱团甲泰安妇幼传播链也拢各新加1名确诊个案，而彰化县是新增加9个确诊个案。我们呢这一次呢，最主要水果贩卖商的一个传染链，今天呢增加了4人彰化县里被新增加的个案内底有6案是进前相关传播链的地区隔离者。彰化县卫生局统计，即阵彰化县的地区隔离发病率已经达到21%。
我们有1/5的个案都是来自居家隔离的，如果后面控管的越好，这些居家隔离的比率呢，慢慢发病的就会到一个再往上升，升到程度之后呢，个案就能够有效控管。彰化县府8月19到溪湖镇南地社区采检296位民众，其中2个阴性的人发病，所以县府2号搁再次到南地社区设置快速检查站。县府也呼吁头一摆采检阴性的民众，永远袂使来放松。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南部的这疫情，讲到台南今仔日是增加6个本土病例，是伫咧北河甲西港2个家庭群聚感染。屏东的部分是增加一个个案，是高雄小港某一间派出所的警察是去互伊太太喂着病，因的家庭群聚感染，目前已经有7个人染病啊。另外，伫咧高雄凤山交警群聚感染也增加1个。另外，咱讲到嘉义市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2例，是一对姊妹啊因的家庭群聚感染。警察去公园苛刻民众唔通群聚，因为台南的疫情要持续伫咧炭烧。市长黄伟哲2推出全国头一个户外群聚的警示系统，只要户外出现10个人以上的群聚，就会通报警察局的赖群组。用蓝牙讯号侦测到蓝牙讯号来计算人数。那如果计算出人数呢超过10人的话，他就会发送一个告警的通知。台南2月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甲1个校正回归。其中6个本土病例是北河甲西港2个家庭群聚，这2家伙啊，拢是因为甲双北的亲戚接触去怀到的。市长黄伟哲嘛，佫一概提醒民众家庭群聚的风险。基本上这是2个家庭的群聚的案例。那我们再次跟各位报告哈，这个其实家庭群聚，因为家人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哈，但是病毒并不会去区分你的关系。屏东新增加1个本土病例，是27有艋舺旅游署的家庭群聚确诊个案，6361的翁婿，伊是高雄小港某一个派出所的警察，派出所嘛随科的警察甲工友拢送22个接触者。那这个屏东指标性的家庭群聚，目前累计已经有7个人确诊。在高雄的女儿，就我们疫调所知，67、69也确诊。那在台南的孙子5644也确诊。那今天的7324就跟6361是夫妻的关系。高雄阁增加1个凤山交警群聚的个案，是入信白警的白友之一。因为这个群聚感染的传染着真家人，目前已经扩大扩列采检583个人。现在警方嘛持续伫咧追查这个交警，敢要有其他出入的人。7010他在闲暇之余啦哈，也会在这边打牌。那他的 CT 值检验出来是蛮低的哈，只有15左右哈，只有15左右，也就是说传播能力相当的高。另外，嘉义市嘛有2个本土病例，甲1个校正回归。2月新增加的2例是一对50岁的姊妹啊，捌甲彰化的确诊者有接触，所以互科列隔离。第2次解除隔离进前采检确诊，所以无相关的行踪嘛无接触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英国的部分，因本地是要伫咧6月21解除封锁，不过正可能出现变卦咯。另外，伫咧澳洲的部分，为着要防止变种病毒传开，维多利亚省是宣布要封城1礼拜。那看到这个马来西亚的部分，因为政府为着要防止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今年要开始进行全国的管制措施，为着要防止这个疫情搁再传开。民众志工穿全套防护衫，包括目睭罩、伫一头骹安装新冠肺炎的死者。随着马来西亚染疫死亡人数一直升悬，志工的工作量也超过负担。Kalau ikutkan sebelum ini sekitar 1 hingga 3 kes sebulan. Tapi hari ini ataupun dalam masa sekarang ni kita menguruskan kes dalam sehari itu sehingga 2-3 kes kematian COVID. Jadi ini memerlukan tenaga kerja yang ramai. 马来西亚疫情升悬，一天新增加确诊连续3天超过7000例，而且通报确诊数甚至用到8,000人。为避免重创国内经济，当局采取全国管制措施，希望应减慢病毒传播。另外，英国当地疫情出现反弹现象。英国卫生大臣指出，过去1礼拜新增加病例有超过75%是为着印度变种病毒。就算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40%的大人已经完成注2剂疫苗，不过变种病毒无确定性，互原本6月21的解封计划增加真侪变数。I don't see anything currently in the data to suggest that we have to deviate from the roadmap. But we may need to wait.
印度变种病毒来势真凶，也和澳洲疫情搁重来。第二大城墨尔本爆发真侪件群组感染，当局为阻断病毒传播，真紧制出1礼拜封城措施。封城第一天，大众运输系统甲市区街路拢无看到人。过去24小时确诊数降低，只传出4例本土病例。在南美洲的巴西，要寻求明年大选连任的总统波索纳罗，长期以来被批评防疫不力，造成全国45万人死亡，拖累自身的民调。不过，伊即马煞威胁地方首长，若无遵守宪法，要实施封城措施，要动用军队力量强制解除禁足令。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做疫苗搁通啊领奖金，有影是有只够掠。美国各州政府为着要鼓励民众做疫苗，也举办现金抽奖活动，而且有的所在提出相关的奖励办法了后，请真侪人来做疫苗，一下就增加33%的注射率。美国俄亥俄州离了进行头一场8万美金的疫苗乐透，加4年专业奖学金的抽奖活动。在西辛纳提通用航空公司工作的机械女工程师伯根斯克，在2700万人内底得奖，欢喜暗真欢喜，一直叫唔敢相信。另外，真好运的人是8年级学生科斯特洛，未来一读大学4年的学费、加大费用，也有册费，全部拢有咯。为了激励民众踊跃来注射疫苗，澳洲的州长迪怀恩推出乐透加奖学金的抽奖活动，连续5礼拜，每礼拜三公布2名好运的人，一公布迄礼拜疫苗注射率就成长33%。We see an increase in every region, in virtually every county. Virtually every county, we see an increase among all demographics. 交活动这个迪怀恩想出这个方法，引起科罗拉多州、马里兰州、纽约州甲奥利冈州也在安尼做。而在管辖地区有1200万人也未注射的加州州长纽森伫7月宣布加州版的疫苗无采计划，总金额是1亿1650万块美金。这笔是在全面重启经济活动的预定的日期6月15进前来注射，就有机会得到150万块美金，也是5万块美金的乐透奖。前200万完成注射的人也会使直接得到价值50块美金的礼物卡。另外，就连纽约市的商店也拢推出即要提出疫苗卡就送精品的活动。有名的鸡卵糕店，也有甜甜圈的店面，也有评做全美上好吃的汉堡店，拢大方来送。The sooner everyone gets vaccinated, the sooner we get back to normal. The sooner we get to not wear this anymore. So I can't wait for that. 疫苗注射率全球第1名，900万总人口内底超过500万人已经注射过以色列。而迄迎接2020年3月封锁边境以来头一批外国观光客，这批有实验性质、为数30人的美国游客全部拢注射过疫苗，也出示坐飞机进前72点钟所做 PCR 检测阴性的报告。到了泰拉维夫机场了后，还佫进行1摆检查。到饭店了后，也要进行血清的检测，确认体内有新冠病毒抗体。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的暗新闻有关有替咱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本土病例有297例，也有校正回归258个病例。其中新北市依然是上介济，有136例；台北市有94例，桃园有21例，台中有10例，花莲有9例，彰化有7例，基隆和台南拢有6例。讲到嘉义市的部分，有2个人染病。新竹县、屏东、台东、南投、新竹市、高雄拢是1例。另外，今仔日有增加19个死亡个案。目前，咱台湾计共已经有7315人染病，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6136人咯。讲到顶礼拜有41万剂 AZ 疫苗到台湾，今下晡也有另外一批，也就是 Moderna 的疫苗已经来到咱台湾咯。另外，咱国产疫苗高端含联亚这2间第2期人体试验也特别完成，高端疫苗安全7月就当开始做，联亚上紧伫7月中过后也会当开始出货。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按算10月会当互6成民众注到头一针疫苗。新冠疫苗传出好消息，除了莫德纳送来台湾以外，国内2间疫苗厂第2期的人体试验嘛伫要完成。高端疫苗表示，目前当地整理3800个受试者的安全性资料甲写报告，而且顶一日有甲疫苗测试的标准品，或是有速做试验。若有顺利，疫苗会伫6月底通过紧急使用权，7月初或者是7月中的时阵，就会当开始做。我们其实
陆续我们都有在生产疫苗，那当然疫苗生产好的时候就放在我们的仓库里面。那我们目前把所有的资料汇整之后，我们会在6月做解盲的动作。那解盲的数据如果不错，我们就会送交食药署做 EUA 的查验登记。连阿嘛表示，5月中已经有4000多人注第2档疫苗，等28天的观察期了后，要拼6月份提交试验的报告，而且甲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上级伫7月中了后，就会当开始交货供应疫苗。6月中的时候，整个应该全部的这种受试者的血液可以送到中研院去做相关的这种抗体的测试跟评估。那整个整理出来应该正常是到6月左右。疫苗的接种就是会加速我们疫情的控制，也可能会使得我们的那个解封、解除防疫措施的步骤会加快，但是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期的，这个还要再观察未来疫情的趋势才能够看。即马外国疫苗小连锁送到位，国产疫苗嘛伫咧上尾要完成的阶段。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若要互国内达到6成注疫苗的比率，差不多要有1400万剂的疫苗。因若这个部分按算9月份供应量就会当有够，10月份至少互6成的民众会当拢注第1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某一间中照中心进前爆出群聚感染事件，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建议中照机构莫搁再收人入来，若准一定要收，就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另外，公布确诊者行踪的部分，确诊者个人资料、上班地点，原则上是袂当公开的。若准有牵涉到大众运输工具的部分，就一定会公布。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升悬，长照机构收的高龄劳动人，不只是重症高危险群，更可能成做群聚事件。指挥中心礼拜5日被宣布，为即马开始，无建议长照机构收新的住民，若是要收个案，爱先自费采检，提3天内批写阴性报告，而且带入去了后，爱先隔24天，才能带一般的房间。在这段警戒的期间，我们不建议收住直接由社区新进的服务对象。那如果确实有必要要收的话，那其服务的对象要自行先进行自费的 COVID-19 的病毒核酸检验。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确诊者行踪发布原则，除了确诊者个资无公开，年会前性别居住的所在、接触者类型、大众运输系统等拢应公布。人职单位若是要公开，爱先沟通。公共场所是连接应掌握对象的人应无公开，若无法度掌握，就要公开。大众运输系统，那我们会原则公开，因为这个他所接触的对象范围影响的范围比较大。另外，板桥地区高风险族群，健保卡爱注记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但总监阁表示，这是提供医护人员做出正确判断，加速转诊、加转检，确保就医安全。同时呼吁医疗单位免拒绝患者就医。这批注记至到5月29为止，了后会依法解除。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疫情的滚价，在疫情期间，有关业者想要趁细条了大条，安尼敢有恰当？也是有业者是讲袂听，偷偷伫遐营业，高雄就一间酒吧去互查到了后，今仔日也甲因切断水电。另外，伫咧台中也有一间茶零店偷营业，假期市的部分有民众带囡仔去甲朋友拍麻将。疫情期间，即寡行为拢是违法的，千万唔通成做防疫的帮派。工作人员无用咧拆店家的水表，准备断水电。这间伫高雄新兴区的酒吧，2白半暝1点外，互警方发现讲，空房的光是倒咧，冷气也搁咧放。你去看才知影，业者竟然搁咧营业，内底搁有人客和服务生。2男2女他们坦诚在204的201的包厢有饮酒唱歌的情形。那我们全案调查以后就函报卫生局依我们查的情形来做裁处。违规营业的，还有台中一间茶零店，外口打暂停营业的公告。但是27日暗时，警察入去店内底，却看到茶零店的负责人当咧替人客茶零。活业目前是市政府公告应该暂停营业的行业。本分局在昨天查获按摩店有私自营业的行为，立即依法
收正。那店家违规营业，甲义市一打并2打，第2日暗时虽然无营业，但是头家煞找4个朋友伫店内群聚拍麻将，现场有人带6岁查某囡仔来，而且佫无替囡仔挂喙罨。进去的时候发现是黄姓的承租人跟他的友人在打这个卫生麻将。那现场还有1名未成年的小朋友，总共超过5个人以上的群聚。各地直直出现违规事件，害第一线当地的警方和等的人员真辛苦。各县市政府也佮呼吁业者佮民众，要爱遵守防疫规定，避免群聚，莫互防疫单位佮增加负担。记者综合报道。有疫苗送到台湾啊，不过这数量是无够分。指挥中心第2日表示讲，有讨论过2种疫苗做无同款品牌可能性。专家也表示讲，伫国外确实有这款的案例，效果看起来是会使的，不过案例是无够多。即摆疫苗是无够用，若准一个人会当先注1种，证人有保护力，也恐惊是较妥当的。莫德纳疫苗的保护来台，这是台湾头一批 mRNA 疫苗，甲台湾正摕到的 AZ 疫苗无同。指挥中心第2日讲，是有伫会议当中讨论过，在特殊状况之下，无同品牌疫苗混合做的可能性。专家表示，伫欧洲等国外是有这款案例，但是也是无够多。因就是有 AZ 疫苗，咱讲的迄个腺病毒的甲尾仔有的用迄个 mRNA 疫苗，因即马有这初步的资料啦。初步资料看起来是还好，应该是会使啦，但是迄人也无济。即马做疫苗的方式是1人2剂，在疫苗无够状况之下，专家表示1人做1剂会使互更较侪人有保护力，伊感觉是较好的方式。进前大部分拢是讲叫你2个月就倒来做第2针，但是即摆这预防线无够的时阵，咱阁有资料知影讲3个月来这保护力未讲上歹。3个月做第2针，无得卡阁比第2个月的做的资料看起来无如何。我感觉讲即摆互较侪人做，等到是较好的选择。专家表示，传统认为群体免疫的标准是6成到7成的人注着疫苗，但是伊认为以目前病毒变异的状况来看，传染的能力是有愈来愈强的状况，应该要有7成以上的人注着疫苗，较有群体免疫的效果。记者郭碧君、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台湾对抗武汉肺炎的汉药清冠1号，今日要开始进行治疗患者的工作咯。彰化病院的中医科和胸腔科讨论病情了后，有25位较轻症的患者愿意食这味汉药，也会观察患者使用了后的反应。彰化病院中医科主任方天祥伫负压隔离病房护理站对新冠肺炎确诊的轻症患者实时问诊，提出中药厂免费提供的清冠1号，说明要哪食这个新药。1天3次如果你有吃其他西药或药物的话，我们相隔1个小时后再吃。轻症的囡仔也用食，毋过体重40公斤以下减半剂量。方主任甲病人确认意愿，有25位患者愿意食，是彰化第一批食的患者。中医胸腔科主任林志宏讲，清冠1号提供轻症患者治疗另外一种选择，因为药厂答应会个免费提供，应继续观察食了后的反应。这些病人呢，其实有时候在心理上，然后都会想说要有一些可以尝试的药物可以让他们用。这清冠1号对病人而言，也许在他们的生理跟心理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事实上，清冠1号临床证实对新冠肺炎有疗效。去年外销欧美也捌伫三总等医学中心试用，不过一直到顶礼拜为发布紧急授权，药厂摕到临时许可证才能上市。不过清冠1号是治疗处方，爱由中医师来开。现在这个清冠1号的复方呢，我们是需要中医师亲自诊治过患者以后，我们才开立的。它属于药物类，并不属于保养。清冠1号不是保健品，无被感染唔通食，才袂造成身体负担。中医师专业会也声明，业者若是家己卖清冠1号处方，互民众已经违反药事法，佮涉犯密医等罪。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当日表为了要加强采检诊管的安全，江建院所检发的正压式检疫亭最近订单是接袂离，目前真侪病院也开始伫咧使用，那会当大量采检，嘛兼顾到医护诊管的安全。在江院检发的检疫亭内底作业，医护人员工作环境风险大大降低。疫情管架
快筛站的需求大，这种检疫站会使提升采检的安全性，订单比过去加真多。目前收到的数量大概已经超过30台，那其实有更多的询问电话，我们目前已经接到了将近70家医疗院所跟这个各地卫生局的询问，但这些询问的量实在非常大，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1个礼拜之内全部做出来，所以目前正在研拟一个真正的大型的量产计划。另外，无人的组装设备，这种检疫站是按照半导体无电池的概念，医护人员参受采者隔开独立作业，唔但安全，佮舒适，采购量嘛增加。采检师所在的环境的空气压力是大于户外，所以即使有任何泄漏，这个空气也都是从我们的采检亭往外面流，这样子就避免任何可能的空气污染进到我们的采检亭里面。江医表示，未来合作病院配合指挥中心，与科技合作防疫采检，满足检疫量提升的需求，而且会继续提供防疫科技上的合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咧嘉义阿里山竹叶甲番路拢有种真侪竹笋，不过今年受到天气影响，年初着一个竹仔开花徛黄情形，今嘛已经是采收的季节啦，说是收无竹笋。农民也希望县政府会当来了解状况，也会当协助农民处理问题。在啦，那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几乎看不到笋子。农界就人员来到嘉义县的山区勘察笋仔的生长情况。但是看过阿里山区竹叶甲番路遮的所在，原本应该会使开始采收的笋仔，到当毋是无大，就是无发。现在在产季的比较末期了，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一定的面积里面，其实就看到零星的出笋。那还有就是说笋，就算有出笋，本身它也比较细小。嘉义县笋仔种植面积有5000公顷左右，年初就有传出竹仔开花徛黄，到当阁拄到雨水少，农民向乡公所反映。希望会当有农业补助。通报的树报面积大概是200多公顷。那我们今天就是选比较主要的产区阿里山跟番路来做勘察。那如果说勘察有达救助标准的话，我们会将这4个乡镇都汇整资料送到农委会那边提报现金救助。农界就人员表示，目前为阿里山区一路看落来，普遍种竹仔的所在，笋仔发的情况拢无到应该有的标准。如果继续无落雨，刷落来继续要采收的麻竹笋，是毋是嘛会受到影响？即摆也着爱开始注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消透民众伫疫情期间爱踮伫厝里袂当四界拍走的无奈，国家影视厅中心对今暗时开始，要伫咧 YouTube 顶头用华语加英语字幕播送1960年代的台语片，而且即寡台语片拢是经过所谓修复的，咱做伙来看卖。别人的歌声中，一段姊妹仔相依为命的故事才要开始。这出5月13伤心家，自本是顺风爷圣诞闹日的日子，想袂到伫咧即天却发生使人艰苦的故事。这是导演林团秋1965年的作品，经过国家影视厅中心所谓修复，即马重新展现伫咧世人的面头前。这林团秋导演啊，其实伊对女性的处境，伊特别同情，剧情内底对这女性之间的感情表现甲足有的，所以讲咱即马来看，不时嘛是感觉足感动的。你一定是要去找一只小狗哦。还佫有即出新奇导演1967年拍的《三八新娘戆竞赛》，由电影明星金梅所主演，咧讲查某主动约查甫，展现现代女性对恋爱自由的愿望。那我觉得金奇导演的作品在现在看来有许多非常前卫的设计，特别是在习惯把这个性别关系倒置。讲咱即马用线顶的方式，其实 YouTube 有一个少趣味的功能，就是咱大家会使哪看哪甲其他的人做伙抬杠，互家感觉讲哇，咱其实有那嘛是甲别人做伙。疫情还未等好，国家影视厅中心以非盈利的方式，对5月28开始，要伫咧线顶放送母语电影。
义务会以华语甲英语展现伫咧 YouTube 频道，希望全世界看到1960年代台语电影的风采，也陪民众早日度过疫情。记者阿敏珍、陈彦玲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稍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7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32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